人總當得知你徹底？為何人總當得知你一切？無言求自閉，為何人總當這種行為？為何人把你思想看得低？為何人把你視作年紀細？無言求自閉，為何人總當這種行為？說為我解決難題，以救世這姿勢製造福人個體，以救世這姿勢要大家受盛世，以救世這姿勢製造多餘無謂不實際，人形物體假扮舊世者，反使我巨慧，拿得起應放得低，難題無需要別人估計，無人能代替，無人能代過一世，誰人來都說聲不必破費。救世這姿勢製造福人個體，以救世這姿勢要大家受盛世，以救世這姿勢製造多餘無謂不實際，人形物體假扮救世者，反使我巨慧，拿得起放得低，難題無需要別人估